首先吼，我爱甲咱做一个道歉啦吼，因为前几工仔咱新领员吼，因问我讲，咱迄帮来改来昨刚好啦吼，拜拜啦，因为今仔日吼有真一个前天吼，可能会拜拜，吼安尼，我比较歹势，我昨有代志啦吼，若就是改拜啦，昨是会使啦，拄昨有代志，所以无法度改。当然啦，今仔日啦吼，可能有个人就可能会无法度来，今仔日算。啥物日子咱知无？普渡的迄个讲啥？迄个中国普渡最后一天嘛7月嘛吼，7月最后一天。这是关于咱台湾啦吼，一个正重视的一个算节日啦，7月7月。这项公司嘛是共款拢足重视啦吼，我公司当天嘛7月15咧拜拜。当然啦，今仔日是无啦吼，今仔日是无拜啊，只是若7月半是只有差不多全台湾省吼。各机关行号拢有咧办，表示讲咱人吼对即个代志的重视咱即虽然讲科学发达吼，其实真个人我咱足相信世间有神有鬼，毋是无神论啦吼，有神有鬼。当然有相信嘛吼，有相信就爱想要拜拜安尼，拜一个保平安。当然有无看无，但是拜着较平安，较心内较平安啦吼。无拜就感觉怪怪的，时间到啊，无拜感觉怪怪的。当然要平安，当然互我讲就较简单的吼，真正若要平安到尾嘛，才受刑啊，真正。然后当然拜嘛是爱拜啦吼，但是惊拜尔嘛无一定会平安啦。其实平安到尾嘛是咱爱去修行，所以咱今仔日求道、修道、办道、超生了事，这是咱迄个足基本的一个步骤过程爱做的工作。那么咱来讲遮听道理，互我咧讲道理，其实咱咧动心呢，毋是讲互我已经解脱啦，讲道理互大家听，咱咧听互我咧讲，其实咱是共同，大家伫遮互相参考，互我是相着的心得啦互大家做参考，互我未解脱的呢，我若解脱的就好个啦，其实咱若解脱的比啥较好咧？你敢知影解脱偌好？我安尼比喻啦。今仔日，互你拥有全世界的财物，啥物拢互你，安尼，但是你要解脱。佫有一项，你啥物拢无，但是你解脱啦，安尼看你要选对种。若互我是选迄个我啥物拢无，但是我解脱啦。讲我啥物拢无，才会解脱，啥物拢无，毋是足艰苦吗？看人境界，所有的解脱的讲，伊境界有够险。有够险你伊毋免因偌富贵，伊嘛足快乐。敢有迄个人有法度，有即个人有安尼有爱修行，譬如啥物人有即个境界，像讲咱济公偌好啦，济公无你看，伊拢比咱较瘦呢。伊伫个无啦是破无呢，穿个衫是破衫，穿个鞋仔破鞋呢，掠个皮绳都破皮绳呢，无一人完整的。我看伊嘛是拢捡来无来穿的，你去皮绳我外交，我去捡来无一定。到无伊是上标准的啥？品德咱知啦品德就少啦咱这个我就是上标准的品德就对啦，咱大陆比较好去啊。但是伊自由自在呢，游戏人间呢，伊解脱呢，伊啥物拢无，但是伊解脱咱若咱世间内底偌济因祸富贵，有财产偌济，但是伊足艰苦，你毋知影呢？咱会讲伊遐有钱，哪会艰苦？你无住离婚兜，你无啥物做伙，你毋知影，你毋知伊听就对。真正你毋知伊听就对，伊是有钱尔，伊哪有足济艰苦啊？去自杀的，毋是拢杀人人去自杀的咧，足济拢有钱的。我无骗人，毋是凊彩讲的足济拢有钱去自杀。为虾米伊有钱才会自杀？伊有伊艰苦，只是伊艰苦，毋知啥我是毋知影啦讲写工查某，足久啊，可能20工钱的代志啊。伊敢无钱有呢？有名的影星、歌星、演艺界的顶，才会去自杀。咱讲迈克杰森当然毋是自杀呢，但是听讲伊是药仔食伤济，食所以药仔无报甲出清楚。为啥药仔食足济？你身体也足大呢？你嘛看伊趁了侪钱呢？心理压力足大，咱拢毋知影呢。足济演艺界人员迄到尾啊有诶是去食毒，有诶是自杀。因咧钱趁到你开袂了。遐侪济钱，迄若我诶拢免烦恼啦，袂啊啦，其他若你足济钱，你有烦恼啦。
咱只是烦恼讲我真无钱啦，人家互你有钱，你也是烦恼啦。迄烦恼会无共个道理啊。当然真正要好爱修行，修行就对开始看，就遮如何因着好来家庭，这个地方足简单嘞。毋是咧讲迄个足深的经典无，足简单的题目，但是上歹做。我感觉这个题目足简单，足歹做，足简单了解啦。倒家庭好好嘛，这啥毋知。但是要做甲教无遐简单，为啥遐无遐简单？因为一个家吼，伊是啥？咱若要来讲较严重的吼，一个家庭就是业力的，即啊，迄叫做那叫工业啊，呐，工业啊。一个家人就强要，啥物叫强要？就无受无结规球啊！我听过安尼嘛吼，一个家庭内底吼，有当时啊做麻烦咧，无受过结规球诶。为啥你会做阿公？为啥会做爸仔囝、母仔囝？会做啥？迄内底拢有一寡因缘牵做伙，牵做伙内底吼，有迄个咱看袂到诶，我欠伫你欠我诶一寡因缘，咱毋知影。有诶是欠诶，行得足欢喜诶；有诶行得足无欢喜诶。有诶行得足欢喜，有诶行得足无欢喜，拢咧行啊。你若感觉你诶囝足乖，你会行得足欢喜诶。我就是个做事，我为着你，你会行到足欢喜。有当时你互伊气甲讲好，你今仔要来讨债，你会行到足无欢喜。其实不管你行了欢喜甲无欢喜拢是咧行啊，拢是咧行啊。迄过去世嘛，结个都毋知影咧。过去世嘛，结个有可能你囝是过去世吼。有关助你，有助你。你即世就是爱去报答伊，所以你会较甘愿。所以有可能你囝乖乖啦，乖乖你就是较会为付出，因为即个真啊有孝囝，即个真啊乖囝。我今仔做到安有我紧，我著为着我即个囝要好，我绝对爱靠打拼安尼。因为过去世对你有恩，所以你即世做有做免你来行伊。如果若过去世吼，恁囝，你糟蹋恁囝，你若糟蹋过去世，即世人伊就放你煞，对毋对？糟蹋啦，你气到你即内底吼，因果啦，世间就是安尼，咱真看无，咱嘛毋是神分，也无神通，也毋知伊过去世安怎来。不管过去世好到歹，咱来到即世拢总爱来转好诶，即叫做修行诶殊胜。咱今仔修行诶殊胜，就是。无咧管过去啊啦，伊是看现在。现在你该安怎做就安怎做。现在你是做人诶老爸，你着爱负起做老爸诶责任；你做人诶某诶，你着爱负起做某诶责任；你做人诶囝诶，你着是爱友好。看即世就好，莫去管后世无人看我。后世也毋知影讲我是人，不管了，就看当下。所以而家咱今日来讲即个如何因着和谐家庭。这是上界基础，修行就对这开始看。人今日外口的人咧看你讲修行修了好毋好，人是看你的家庭的。你修行家庭人吵吵，这道理偌好，我毋相信。这做现实的问题哦。真正有影做现实的问题哦。所以修行真正要修的好，对家庭开始看。咱今日来研究这个题目，为什么安尼？咱修行毋是掉伫半空中。毋是伫半空中遥望出来走云端，遥望出来走云端就会知啦高不可攀，安尼无。咱修行着足实际，对你的把你的道放伫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就好来。如果我的道若放伫佛堂尔，安尼毋对。我倒来佛堂有咧修行有咧讲道理，有咧讲礼嘛，等到厝实在我啦，我着上道对啦。等于我囝开始拍你听，常常来到佛堂边边你咧绝对毋是咧修行。修行就是讲，咱所了解的道带入到你的家庭，甚至带入到你的社会，迄较是实的。所以讲，10条大愿内底，第一条叫做心心可修，第二叫做实心忏悔。修行就是心心甲实心尔。你这两步你若有，你就成道。无甲咱回天甲真谛，无啦。咱师父吼，咱祖师爷观世音菩萨无甲你讲，你今仔来到遮修行，你真个修到会回天甲真谛，你个修到有神通，你个修到有哪拢无咧讲这。因为迄无较实际。咱学道啦，无咧讲究迄，真
真正较踏实地人就是讲，伊的热心，就是到你的周遭，你从道理听着了，就是到你的家庭，安尼叫修行。当然听起来简单两句话话，其实做事人了了做袂到。所以讲而且咱用即个地方，咱大家反省看卖，包括我啦，咱即个家有安尼啦当然要完全按你一排好有困难。有当时食饭都会去夹着对，有当时内面有一寡口角有当先生讲话较大声一个，太太应一个较大声一个，有当时家囝拢会一半句但是过得好啦。就是讲咱爱保持着迄个和谐，有当时一半句有一寡小摩擦，还没关系，过得好。莫不甲讲袂收煞，大家看着咱就关心啦。要做阿妈某哪无简单呢？要做爸仔囝嘛无简单呢，要做兄弟也无简单呢。为啥要骨架讲大家看着了就咱就关心人？看着咱就关心人嘛，足艰苦的呢。冤家路窄，万金回报，啥叫万金回报？就讲咱两个关心人结果大家爱见面足艰苦的。你若讲关心人毋免常常见面没关系，还好。我免同你见面，我一年见一届也没关系，咱两个随就关系啦。问题你一关系人看到你就足讨厌，结果大家拢爱和你做伙，你也感觉足艰苦。咱一个家内底，难免阿公某爸仔囝顶顶拢爱家己做伙嘛爱做伙，做伙你要怎去处理这件代志？应该讲咱世间有一句话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人的厝可能我是毋捌人啦无住伫顶头，毋知影哪但是一般人拢安尼讲大部分啦应该是拢有即个问题啦。大部分拢有即个问题。你若讲问我讲问你兜有无？当然嘛有啦。我事实在来讲嘛当然袂讲做离谱做离谱就嘛。当然难免有一寡口角有听讲话迄先生有影看会知这迄个脚手仔灵棒真正咱别人做十件呀，你一件搁人家做，就了看着你做工课啦，做别个你来了解，当然是心态无好啦所以就每一个家内底拢有伊一个做歹讲的所在。人无完满，为人有钱身体无健康，为人有钱身体健康，囝儿不好；为人有钱身体健康，囝儿有好，太太无乖。真正的啦，有诶有钱健康，囝儿有孝，太太有乖，事业做歹，就是讲去到公司上班佮拄着一寡安尼像伊诶迄个公司做工课运无好，偏偏咧做工课为人真啊运好袂啦，运歹，迄互我有感觉。为人做诶工课就是较无压力，较顺遂诶；为人所做诶工课就是压力足济，无面拄着啥足难操，拢有。你人为啥物拢好着感情无好？感情就是讲男女之间的感情，像讲失败就对啦迄个这世间我感觉拢无常知影。总是你有好就有歹啦，世间不会永远。所以咱易经内底你看易经的卦理咧摆就第一卦到64卦，63卦是好的水火既济水火既济，就是讲水伫下骹，水伫火伫下骹，水伫顶悬啦。安尼咧听火就是烧嘛，咱咧水伫顶悬，火伫下骹咧烧迄就是好的，就是有结果嘛。63卦，64卦是颠倒面的。水迄个火伫顶悬水伫下骹安尼啦，火水就离济啦，为即世间到尾64卦意思讲到尾64个上到尾嘛人生到尾拢无圆满的伊上到尾卦无家己做圆满，无63卦加去64，安尼就是世间到尾大家拢做圆满，无世间就是无圆满的，你绝对无可能你找一个有圆满的所在，不可能你要找着圆满的，除非你幸福啦。你幸福才有可能圆满啦。你若无幸福，世间是无可能圆满啦。人没有十全十美。咱人去到庙时规个两支脚，规个3支起来开始求保庇，所有的物件拢好诶。我来讲，迄生命我大咧保庇。你也要有钱、健康、囝有孝，事业迄个顺遂，一切圆满平安，世间无这个代志。当然有当时讲书起来包括我都来讲，有当时闭班要落拢来讲，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其实讲起来蛮无迄落万事如意，但是咱是一个祝福啊，祝福大家万事如意啦。啊是无迄个讲大代志拢如我意啦，无可能啦。哦，啊总是一个祝福，哦，希望讲会更较好。哦，啊咱来看啦吼，看讲为啥咱讲家有本难念的经，咱来看一个统计。即旧年的，我去电脑掠，咱有机会咱若去对政府的网站吼来掠。旧年吼结婚了有几对呢？138034对啊。啊，离婚的几对？54412对。哦，你也算会超过1/3咯。哦，你若讲13万1/3，就差4万几对嘛。啊，伊这5万几对已经要到一半咧，1/3去要到一半咧。你看离婚率有偌大？毋是台湾咱咧尔咧，外国我无去统计。啊，最近这几工吼，有一个越南的导亲来台湾，哦，伊来遮算咧读册。哦，啊呢，啊昨吼我讲昨我有代志就是吼，啊回咱迄个导亲喙啦，喙硬硬安尼啦吼，我代志是安尼，所以咱时间领导我讲我会当调转地啦吼，啊伊咧工课早就排好啊，啊回咱迄个导亲吼来厝。啊伊就我讲啊讲在越南吼，最近吼离婚足济啊，哦，安尼当然伊要去看伊的统计。啊，伊有统计无？毋知，伊讲哦，伊看到太拢足济人拢咧离婚安尼啦。我讲台湾嘛共款诶，台湾的离婚率吼要到一半咧，1/3以上要到一半咧。哦，真正像全世界吼流行诶着离婚率啊，啊，咧离婚卖对离啊。啊，即个世间吼，大家足奇怪，农业社会吼较稳定，大家食好食歹、穿歹、用歹，生活足无好，但是较稳定。工业社会吼，大家咧拼经济吼，拼甲吼安尼乱七八糟，真奇怪。这吼，这老钱都无人得吼。咱来看咱今仔日怎生活伫即个世界，你看家家有本难念经。咱甲看即个数据，你就知影讲，咱即个家庭内底有多少问题啦。迄是无一个去调查尔，迄若真正调查的吼，会感觉讲是毋是足简单的。我来到即家，即家代志，去到迄个即家代志。所以咱咧前人者吼，就像咱咧点文书啊，像咱前人者若去咧访亲啊吼，当然有当时会加点会了解着各个家庭的问题。啊，其实伫即个家庭问题，会互咱使去自卑心。啊，咱学到就是讲，大家互相帮助嘛吼。啊，即个家庭啥物代志，发生啥物代志，会安怎即个道歉啊吼，借着访亲亲民度众吼，啊去甲援助，啊总是加减或多或少可能有。啊，咱搁来讲一个。较严重，即是离婚率。啊，离婚率内底其实暗藏着足济问题。哦，譬如讲啊吼，内底有啥问题？夫妇的问题、兄弟的问题、爸囝的问题。哦，一个家庭大部分的关系是安尼嘛吼，有夫妇、有兄弟、有爸囝。啊，这是咱即个社会有诶，咱即新闻，咱即电视拢足普遍。哦，无像咱较早细汉，像咱即老菩萨过细汉可能无电视通看。哦，啊，即拢有啦，即几乎大家拢有电视啦。你一个拍开就知影即个新闻咧做啥。哦，啊，即个电视台要百外台啊，吼你看袂了安尼。哦，啊，迄内底新闻吼，搁你毋捌去，你嘛知影咱即吼世间安怎演变。像我若即毋捌去，但是伊都看电视，伊看拢会来甲我讲，吼，伊捌有爱看拢来甲我讲，讲好，我即发生啥代志，发生啥代志安尼。哦，所以讲即个资讯足普遍，发生啥代志拢知。那互我今仔吼，咱来讲，互我记的即个3个简单的影片啊吼，夫妇兄弟兄弟也互助，即3个吼的关系，伫咱即个社会，毋是讲大家拢安尼，就是讲有一部分出了足大的问题，一部分出了足互我用的是影片，是事实的哦，哦，这是事实的影片发生的代志，是其中一个例，夫妇当中有啥物问题？比如讲，吼，迄个翁仔某安尼啦，吼，无怪离婚率遐尼大，哦，翁仔某冤家难免嘛吼，但是咱冤家吼，足超过，哦，念念的有得好啦，我搁继续念，你来继续念吼，本来就1分钟念念的就好，你若念10分钟吼，伊会生气，生气来，你愈吼一个大声，一个物件，真正命，你愈念伊愈爱念，你本来你就知影伊毋对啦。啊！你念一句，伊知影伊毋对了，你甲伊打念，伊打骂，伊打欺骗，哦，伊就知影讲我毋对，我就偏偏你毋对，你看，对不对？啊，
咱来看这摆发生的，应该咱看过，这应该是10年以上的代志啊啦吼。咱先来甲看，夫妇三两个阿某咧冤家啦，发生啥代志安尼？为他不醉生消息，在彰化一对夫妻吵架，却没有想到竟然把10个月大的女婴丢入滚烫的热锅当中，而目前已经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急救。现场情形，我连线给记者丽萍告诉大家，丽萍请说。10个月大小女婴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急诊室，当时她的母亲立刻跳下救护车，相当的着急哦。这个小女婴呢，当时被安全担架上紧急推入这个医院的急诊室来急救。目前呢，她全身上下有90%的烧烫伤面积，2到3度的灼伤，有生命危险。来看医生怎么说。她全身都烫伤，脱皮，只有脸部没有，毛色是超过90%。然后经过处理之后，就赶快送到烫伤中心去住院去治疗。这种达到的烫伤死亡率很高。然后根据医生的描述，当时呢，这个母亲跟着救护车送小女婴来到医院急救的时候呢，这个妈妈有表示说是因为和她的先生吵架，所以呢，先生一时气愤之下才会将小女婴丢进家里面，在这个制面的锅炉里面哦，造成小女婴目前呢，她全身上下90%的烧伤的面积哦。不过呢，这个女婴母亲的说法呢，警方现在正在查证当中哦，所以呢，女婴的父亲目前也被带到派出所来进行侦讯哦。那么这起事件是发生在上午10点多的时候，在彰化和美哦，这对夫妻啊，其实呢，他们也还没有算正式的夫妻哦，是算同居人。不过呢，他们生下小孩之后，一直都没有完成结婚登记哦。上午呢，因为这个2个人呢发生口角，所以呢，这个先生哦，根据这个女方的描述说，这个男的呢一时气愤之下，才会将自己的小孩亲手丢入锅炉里面，造成这个小女婴10个月大，才10个月大哦。这个医生的护士看到了相当的不忍心，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急救当中。这是现场为您掌握最新情形，把镜头交给国内主播。这个应该咱袂捌看啦吼，应该是10年前啦。这大概伊的情形就是讲因两个应该是还袂过结婚啦吼，算同期，人是拢嘛讲伊无比你生一个囡仔。其实这个先生嘛是真疼囡仔啦吼，就抱伫手里10个月尔抱伫手里，就后面吼太太了冤家，互我大家讲的一个大声一个物件，愈讲愈大声。因先生讲，你搁讲，我囡仔可能要等咧，因我咧做生意的，我若咧煮面，一杯鼎吼，安尼水吼滚呛呛，是要扫面的。对，因先生讲，你搁讲，我绝对不要等咧。因太太讲，你也等，真等。真正恁个个，对啦，迄毋茫啊，迄人拢会生气哩。结果伊先生等落了，太太看伊真惊咧，真等落，水甲泡起来，竟然水散病。听讲我捌听迄个9月迄护士咧讲伊敢知影吼，迄滚呛呛烫袂了，迄囡仔爸呢毋是大，迄大人嘛是小个，迄囡仔爸呢讲要烫衫啦吼，迄衫尾也烫来哦，尾也治疗衫烫来哦，要换要配嘛煞开。迄个烫衫后要配啊，煞凉起来，足可怜。你想哪会我当面无啦，9月嘛是巧伊，死个足难看诶。你叫小弟烫一个，你着安尼挨起来，规个人你也抱落，迄囝足无辜诶呢。其实毋是迄个先生足强，伊是失去理智。听讲伊先生本来足疼囡仔，所以到尾吼，人讲良心谴责。我感觉世间上界艰苦诶叫做良心谴责，良心的谴责，比啥较艰苦？所以迄先生诶艰苦一世人诶，无骗你诶，就是理智失去。所以这脾气无控制好袂晓，真啊。所以咱用即个来做一个，是做一个经验安尼啦吼。我话当中总是当时吼，咧谈恋爱的时吼，啥物拢好，真正诶我无问海水会打石头诶，我绝对袂对你安怎，结论了无共迄是我伊关系很微妙。所以咱来了解讲，你有即个家庭，某爱生活，恁两个某袂好，你家庭怎歹好诶？结交歹囡仔大细，囝拢会看。其他你会看囝伊是细，甲你看，所以你爸母变怎吼，表现个模范，互你的囝会当去效法。你爸母好，你囝有感受以后，恁囝若去结婚了，伊就有迄个印象，我爸爸妈妈较早
你看人即个家庭交偌好，咱嘛爱照安尼。啊，如果咱的爸爸妈妈若乱七八糟，平常你的囝若结婚了，有模样通看，有可能哪会对你安尼？有哪会对你安尼？哦，啊，所以讲这就无好，这是夫妇的问题啦。啊，兄弟有啥问题？哦，兄弟也是有啦吼。啊，讲到钱吼，啊，迄个讲到分财产嘛，本来感情好，讲到分财产就都跳啊，撕破脸啦吼，就都撕破脸啦。见钱的，咱大家拄着钱吼，问题拢走啥？所以过去大学内底讲一句啊吼，讲财主即民散，财散即民主，这两句颠倒变啦。意思讲，财主就是讲钱来我遮，我拢爱钱。财主即民散，人民感情就无遐散开啊，大家拢离你创啥？哦，意思。大学即句话意思，孔子爷咧讲的意思就是，咧讲过去的朝代，过去的朝代吼，执政者吼贪心，吼啊，百姓捡足侪税，吼啊，伊逐日捡到百姓拢无钱，啊无钱就硬捡，反正百姓拢无钱，但是做官的吼总有钱，啊做官伊若这钱拢捡来伊遐，叫做财主，主就是聚在一起，钱若捡来你遐吼，百姓就会散，伊会离开你。你拢所花民财，你规个钱拢不对你遐去，啊叫做百姓逐个食生活遐困苦，伊头有可能相信你无嘛？财若主，民就散。啊，佮个电脑比讲财若散，民就主。财散就讲我钱散对百姓遐去，吼，安尼恁逐个过较好就好。安尼百姓民就主，民主就讲民就归来你遐，就相信你。会颠倒变哦，你财若主，啊民就散哦。啊，财若散，啊民就主哦。这道理讲来，甲咱的家庭也共款的。咱一个家庭若拢为着钱哦，有当时拢无啥物感情的，翁某无感情，爸囝无感情，兄弟无感情，反正为着钱尔。所以若讲为着钱哦，迄个家庭绝对无感情。所以咱即个企业做一个家族企业，咱注意来看，家族企业就是讲，因爸爸放来企业，啊兄弟大家咧经营了，我大家经营甲安尼吼，足迄个企业足大个。动不动就不人拜的，不人清业的，你兄弟有当时拢无感情，因为拢看钱。但牵涉着钱，我目睭背就开始计较，迄内底有啥感情？无啥物感情。哦，所以咱来讲即个题啦，吼，即个就是即个题，兄弟当中的相杀啦，吼，咱大概看即个。11月5日，拥有近100亿家产，是国内最大肉品进口商的美孚集团皇家，爆发了老四黄明德持枪杀害了2个哥哥，自己再举枪自尽的惨剧。但其实这个豪门里之前就有过更多的不堪。根据本刊调查，黄明德的母亲是父亲黄荣平的正室，他总共生了6个孩子，其中就包括黄明德以及被他枪杀的2个哥哥。但后来父亲在外有了小三，而且怀了孩子，竟向正室要求带小三回家。黄明德的母亲悲愤难耐，选择轻生。黄明德虽然大大方方将小三带回家中变成继室，并且生了2个小孩。不过后来黄荣图又有了小四，小三忙于照顾自己小孩之余，也生怕小四会循着跟他同样的方法进到黄家，结果根本没再照料原本正室的小孩，正室所生的老六甚至也就因病过世。黄明德的兄弟们被上一代的感情债拖累，老大灰心远走夏威夷，老二老三不想被人看扁，认真于事业，同时也与继室之间不断对抗互告。只有老四黄明德自暴自弃，在外面学人家混兄弟，甚至曾因拿枪回家要杀父亲与继室一家人而服刑。他虽然也分到不少家产，不过经常大肆挥霍，不够用就在向兄长们要钱，也因此常与兄长们发生口角。终于不幸的命运转轮转到了11月4号。这一天，黄家兄弟的大伯父，也就是在大直至少有1000亿土地资产的美丽华黄家掌门人黄信忠因病过世。隔天上午10点，黄家兄弟就约在美孚大楼讨论大伯过世后的股权及遗产分配，但会议没开多久就草草结束。黄明德继续与二哥起争执，三哥在旁劝阻。黄明德不堪对二哥言语刺激，就拿出一把
间沟沟里有 T95手枪疯狂开枪，惨剧就此发生。直到警方破门而入时，黄明德的2个哥哥已身中多枪，躺在会议室地上。黄明德则站在窗外的露台，一手用枪抵着下巴。不理警方的劝阻，便朝自己下颚开枪，坠楼身亡，让这个豪门家族的悲情以悲到极点收场。这是兄弟啦吼，无哪甲讲几个钱，就老爸高趁钱，财产千万亿。但是千万亿咱人实在，我感觉咱讲若经济无好，大家生活足苦苦，当然无钱足苦苦嘛。所以政府拢咧替咱拼经济嘛但人感受经济就会看法嘛无呢。当然生足艰苦啦，产足艰苦，但是有钱嘛无一定看法。你看有钱了，人若有钱，拢会安怎想欲望。你无钱就较快，有钱就想目标，小三、小四、小五一堆，小弟爸爸就是安尼。小三了、早了来嘛，小四就来了生个囝呢，大家伫遐呢，财产有嘛本有，即摆来伊迄个应该是老四，有可能较几类。无钱了就要客，无钱了要客，当头有可能拢请命互伊。了因啥物人斗搭，啥物人过身去了，来要分财产了无，就开始伫遐，人拢会感觉嫌无够，无迄个嫌伤够啦。就讲袂好就开钱单。老四老二甲老三拢狂到死。你有当时算讲上一代因爸若知影呢伊可能想讲，人生若阁互我定来一摆，我不爱行这条路。但是无法度，因爸走，在天之灵，在看唔到。伊老姐财产就来互伊个兄弟，互伊个囝伊咧相杀，变迄个兄弟的关系。这内底当然都有，就为了一个钱嘛，一个财产。啥物今仔要讲安尼，就是讲，咱今日求道，这个修道，逐这个物件解决好。这爱有道这若无道有当时很难去解决我讲这个咧是生活咱知影有这个情形现况。就来了，咱想讲要安怎做？兄弟当中要相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忙；有好的时阵，大家共同享。互安尼为兄弟别人我毋知啦。我爸爸甲我来讲迄真会当讲一个模范的兄弟啊，一个模范的兄弟我爸爸伊对伊个小弟因阮爸爸是老大。其实阮阿公是生4个，有4个查甫的就对，有一个较大先走，才正查甫仔就走啊，剩3个嘛。好，我有看我看到，阮爸爸甲阮2个阿姐安尼尔，剩的迄个互咱就我看，因为听讲足细汉就过世。阮爸爸咧照顾因2个小弟有够用心，甲当做咱像迄个老爸咧照顾囝同款。因咧年岁拢差足济嘛，较早的人咧生囡仔有当时一个差的5岁、10岁拢有嘛。阮爸爸老大咱照顾伊小弟，人家咧食饭拢会讲我小弟若人食得好，我无人食嘛紧。阮妈妈就讲互阮听，你爸爸若咧食饭食饭我就讲伊个小弟若人食得，伊无人食得，就把紧念要创啥？其实阮妈妈爱着阮爸爸念，其实阮爸爸人足鼓励，伊个人足老实，足好心，伊对小弟足照顾。阮的阿叔对阮爸爸嘛足尊敬的，阮阿叔对阮爸爸毋是惊的，毋是讲年岁差济差要10岁我看着阮爸爸伊毋是惊，伊是尊敬，真正对内心内底产生的尊敬。所以阮阿叔拢会时常学到阮爸爸互阮听就对啦，因爸爸偌好安尼拄安尼。到阮爸爸过世的时阵靠上忝的到阮阿叔，真正无骗你。已经转去啊，搁伊住伫阮隔壁，阮阿叔住伫阮隔壁。时常家就来阮遐坐，就安尼讲到老外使，伊个兄弟转去袂当看地啦，讲到老外使，兄弟情足深，兄弟情足深嘞。在生的时阵有一天互我转去，大赛庄，阮大赛庄啦互我转去阮阿叔也伫遐，阮阿爸也伫遐，因2个坐伫遐咧讲话。伊安那阮叫阿爸啦，伊安那逐互我讲的讲。因为阮阿叔徛伫边嘛，这个是我的兄弟呢，兄弟咱知啦
即个头我讲哦，这是我的兄弟哦，安尼就对啊。咱两个兄弟啊，感情足好诶，啊若有闲哦，啊就坐伊啊讲话哦。兄哥听小弟，小弟尊敬兄哥，这个是标准诶。啊，当然这个学道哦，咱若道带入家庭哦，何必道好诶家庭哦，这兄弟情啊吼。对啊，咱讲爸囝哦，讲到爸囝，讲爸囝是囝济。当然，这款有啦，有来报恩的啦，有人做引头有来报恩的。哦，啊，当然，当时也是，伊过来讲是毋是忝济，咱来看这个题，这个足明显的，咱一定大家拢知影。哦，啊，若较少年的一辈有可能毋知。哦，啊，这应该有10几年前的代志啦。哦，这当时轰动哦，规个台湾啦吼，这老爸太囝的，我囝在老爸老母的，哦，咱先来看一下哦，这个新闻啊。大家看到震惊全台的林口灭门劫案，凶手是画面当中这个年仅19岁年轻人，他叫林清月。只是为不满爸爸妈妈念他不长进，只会在家里喝酒，居然3更半夜绕了一堆朋友，刀如雨下，谋夺了父母亲的生命。新北市林口的下福里曾经发生震惊社会的林清月弑亲案，10多年过去了，警务依旧，但人事全非。当年19岁的林清月和朋友联手，对熟睡中的父母亲狂砍109刀，让人无法想象怎么会如此的丧尽天良。不过91年5月6号的晚间9点多，林清月枪决伏法，短短23岁的人生画下句点。而这起弑亲案带给了社会什么样的启发？就如果你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你忙碌，或是你觉得他还小，以后长大再教就好了。那这样的一个观念，有些时候也会让一个小孩成长到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步。但偏偏少年犯罪事件在这10多年来依旧层出不穷，杀害至亲的人伦悲剧为何还是不断上演？有点小，给他累积一些户外红外这个形状，对外孩子更多影响，还有情绪教育其实是我们现在很强调、很重视的。对一个人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方式宣泄他的情绪，用说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情绪，这样才是一个最健康的。然后这样的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是要从他的小时候就要开始协助他。养子不教，谁之过？对子女的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还是父母亲，千万不能置身事外。这是足悲惨的一件代志啦吼。其实这3个影片实在互我本来嘛无想要放，因为吼每一个影片拢安尼足沉重的，讲我家庭了发生遮认真代志啊，或许伊是一两个特例。但是内底当然要像这严重的很困难啦，不过嘛是咧某一方面嘛是咧显示进家庭的背景当中的问题啦吼，问题。啊，因为老爸老母无用趁钱嘛，哦，听讲因咧做厨师，办道的迄个对啦，啊有可能也趁真侪钱，啊就无用趁钱。啊，伊生一个孤囝尔，哦，啊就孤囝就有钱互伊去迄，啊就伊要来就钱互伊就好嘛，啊无多甲照顾。结果伊去交朋友安尼规三做安尼做足济啊不长进，啊然后就甲念，啊念了伊就无欢喜，啊无欢喜吼，有一工就后边通报因的囝就因咧佚佗的迄个对啦，咧通报安尼，利用暗时啊，但因老爸老母哦，那强讲是毋是太霸道啊，也是啦，当然太一道你就后悔啊，阮老爸老母咧，我搁动手，结果霸道，啊做了拢袂后悔，你看迄个态度都袂后悔，啊我有想想。这真正有可能欠伊的款啊，无太遐惨啊，有可能是精神真正欠伊，无真正遐惨啊咧，态度拢袂到位啊，哦，内底出问题。啊，当然而且来讲到遮啦吼，这嘛是爱，应讲做老爸老母吼，平时啊嘛是爱关心咱的囝啦吼，啊跟他多多接触，啊关心他就对，吼，啊如果咱若事业做无闲，有当遐事业讲啊想办法方面咱讲较低一个，啊
加一寡时间为你的家庭，哦，如果你囝放伫厝，然后无要插伊，有当时伊你的感情无，哦，没有什么感情，哦，比如讲伊即个囝个性哦，可能每一个人吼生下来个性拢无共，哦，有的人个性较温和，有的人个性较木讷，有的人较乖，有的人较无乖，吼，每一个人无其实他创造无平等，哦，咱就爱用方法，哦，咱起来讲即学道，用道的方法，道的道理。要怎打咱的囝对细汉你就甲带来到无同。人讲啊，伊真正读册无用啊，等伊较大汉的吼，事业稳定较来读啦，较大汉了吼，你讲伊袂听，伊足有主见啊。你要带来无遐尔简单。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你搁去互社会理解，你思想拢无共。到时阵讲啊，你这拢迄个讲啊学的，迄啥物修行啊，对袂着时代，搞不好今日就会赢。真个科学社会啊，佮信啥物宗教？迄人有当时社会安尼流落了吼，伊无咧信你一套啦。对细汉开始，慢慢知过。你个思想还没做伙，思想出来了。哦，这时代所以咱进步真济吼，真侪家拢安尼啦吼。啊，囝开始细汉就了出来就听，虽然听无，但是生活接受即个环境，啊，会熟悉，熟悉到慢慢你佫道理互伊，久了伊就安那潜移默化。我甲我讲，我就是安尼来的嘛。较早吼，咱像我讲过啦吼。我看足少人迄个吼，讲迄个人吼，讲恁囝甲我后1年2年尔，啊，你会讲道理互听呀？对我爸爸安尼尔，我爸爸会咧讲道理，咱若遮有老婆杀的熟悉的吼，你会知影伊的特色，伊做爱讲道理。伊讲道理讲甲安尼，看着你开始讲甲。吼，你无想要听阿公，伊讲道理袂歹势，伊大人也袂歹势，伊个人袂歹势啦。啊，讲甲你听甲像我走伊嘛袂感觉好。我讲就嘛，你若我走伊嘛无要紧个。啊，你若要听，毋听走嘛无要紧啦。咱若时常去看蛇吼，咱若有去蛇遐啊，伊就安尼看父母客开始讲道理啦。咱遮伊个讲者真少我看，啊，伊开始讲吼，啊，伊来讲。讲甲足热的，啊，别人要听毋听吼，毋知影啦。反正伊就吼国教无心啦吼，啊，就感觉就足好啦吼。啊，咱大家拢老母娘的囝吼，咱即期3期国教吼，一定爱等伊安尼吼，我就开始讲。伊就是，伊毋是伫道场讲尔，等伊到厝嘛是咧讲诶，无骗人诶。哦，我伊印象吼，差不多伊讲1年2年，迄阵就开始听咧讲。啊，伊毋捌字，啊，伊家己会写字。啊伊吼买一个乌帮洗啊底啊，差不多才洗地啊，才洗地乌帮，啊挂着阮来听，阮迄阵拢要涂骹厝，啊领厝咧涂骹厝，啊足简单，但是伊迄听的表面就挂一个小洗地乌帮，啊就开始有写字哦，一尾安尼学哦，迄举字头的要举一支粉笔无简单哦，举字头举了要举一支粉笔无简单，但是伊嘛安尼个学，爱拢去人问讲即支啥物水，哦，安尼一字安尼问的。问甲规篇论文哦，拢会晓念的，拢会晓背，拢会晓解说无骗。哦，迄论文看偌济，伊加字哦，伊若出门拢看一个加字内底拢咧先好的论文。逐种伊都会晓讲，逐种会晓念，逐种会晓背，无骗人的。啊，等伊到厝吼，啊伊就互我人客听吼，伊看着我伫咧开始讲道理啦。啊，阮弟弟有当时啊看着伊吼，看伊要讲道理就先走。互我是吼。你若讲咧，伊若讲我就听就对啊。我袂讲伊讲一半我就走啊。就虽然讲听咧无啥会听吼，爱恁来听伊讲啊。哎，做爱讲啊，然后就写字，我做印象足深诶。伊迄学写字吼，迄字规个乌帮我写字字，啊一句一句安尼写。哦，即篇就是人生，啊遮一个人，啊即个世界，啊目睭遐吼，有一个啥物心安尼吼，安尼解释字，我就解讲互我听。啊，然后讲咱逐个拢是老母诶囝呢。哦，咱较早拢安那呢，啊，咱即期一定会等呢。你看，刚好迄个人讲你囝我后1年2年尔，啊，你着讲道理互听，大部分拢袂啦，想讲啊，这遮细个，哪有可能听有道理？你若认真读册，啊，莫来搞怪就好啊。我看大部分拢安尼想嘛吼，我爸爸袂安尼想。你读册读好读歹伊毋管你，真正读册读歹伊毋管你，伊200分你考几分伊也毋知。我咧读册是我爸爸妈妈是拢无咧管的。实在我看啊，我功课无写伊嘛毋知呢。哦，较早若甲迄个
暑假迄阵拢有一本迄个足大本的迄个暑假作业，我拢毋捌咧写，无骗人。啊，因为有啥毋捌咧写，第一，大家小朋友去咧佚佗吼，大家拢咧佚佗，我要做传销，我哪会写会落啦？真正，囡仔爱佚佗，你绝对写袂落。搁第二方面吼，我袂晓写，看过啦，讲啊这期是要添啥呢？啊，即个吼写规模看写无，我无爱写。你若来去到开学吼，开学吼要去学校，拢做惊咧，差嘛规本白白拢写起，一定叫老师讲。啊，有当时啊用讲，有当时啊无，迄老师画老师较好个啦，你讲，画老师较歹吼，去就输啦，规本白张张拢无写。啊，其实我讲，我爸爸妈妈吼知就对啦，反正伊对功课，因可能你考几分，伊无迄个概念啦，袂管啦。伊就管你讲，你莫去做歹，啊，然后吼关心你到底有要学倒无安尼啊，拢讲道理互因听。啊，你嘛想讲囡仔呢，其实加减听呢，有真正互我真啊加，伊咧讲话足简单的啊，袂讲甲吼安尼互你听无，讲话足简单的。我国校3年就后面食菜。你看，伊生专一个囝，伊是生专囝，就是生专别人吼。伊生专伊个囝，我后英语，安尼讲互听，讲甲国校3年，我还没食菜，但是无穿口，互我直接先讲啦，我无穿口。啊，我就甲我爸爸妈妈讲吼，我今仔开始要食菜啊，要按哪捌食菜啊？我妈妈讲，你今仔要食菜吗？你像我妈妈是食草，你若要食菜，你要我你家洗。我讲好啊，我家洗啊，所以互我若去食饭食这个吼，我拢家洗。啊，我对我妈妈食菜，哪会啊？食几年？我校3年、4年、5年、6年，食4年。食到国中英语无食，都甲知迄阵无穿口，啊，是哪无食呢？因为吼，厝边隔壁逐个咧嫌。囡仔人食啥物菜？啊，食菜无营养，食老饱食。哦，啊去到校老师嘛知影我食菜。讲吼，啊，有哪共款拢讲共款咧话就对啦。哎呀，你怎么这么小还吃素？哦，啊，以后长大再吃啦。哦，我安尼讲啊，遐讲遐笑，遐讲遐笑。囡仔人袂空即人讲，气着好啊，无爱食，大家拢咧聊。迄阵咧食菜足少诶，阮兜多，阮爸爸甲我食菜，平村咧无人食菜。迄阵咧厝边隔壁种，迄阵我民国几年啊？60年。哦，迄阵过后3年吼，我52年厝诶。哦，若过后3年，佮差62年嘛吼，62年迄阵真正食菜足少诶。民国62年，咱遮有可能62年还袂出世诶。少年诶，少年无出世。啊，对食4年，食到国中1年吼，开车伊就无爱人讲啊。你喙着讲人讲你食菜哦，开始笑啊，开始念啊，啊囡仔人毋捌倒耳孔听，着毋捌代志你，哦，啊人讲个着听你吼，好啦，有爱食。你敢知影？这是互我的经验。食4年菜了，要搁转食草哦。咱遮当然你食菜捌转食草嘛，吼，大家无可能分辨。我转食4年了转食草，你敢知鱼仔怎食袂落？尤其是迄肉吼，迄若迄白肉，迄我食了就要吐。迄若正肉佫较无感觉哦，迄若迄白肉油淡淡白白迄吼，我食了今天上要吐。我妈妈若炒米粉吼，我会炒迄肉迄肉迄吼，我若食着迄白肉吼，上要吐，但是爱硬食，真正。人讲鱼仔肉咧偌好食，我是咧硬食，你敢知影？人讲迄个鱼仔咧偌香，我是硬食，迄伊是10年啊。哦，迄讲已经4年无食了，去乡下要去食迄鱼仔吼，迄臭臭味遐重，我真正食袂落。但是吼，伊着无爱互穿吼，我是硬食诶，你敢知影？啊，硬食会了，你国中1年、2年、3年，佮食习惯了，4年5年，佮高中1年、2年、3年，佮习惯。你本来迄个肉你会惊，迄个鱼仔臭臭味你会惊，但是你佮食段时间了，伊佮适应。不然年过了佮适应，所以互我感觉讲吼，饮食食食啊吼是一个习惯。你习惯食迄了就好，袂讲啊食菜吼，味也无啥物肉味吼，我食会落。你若食惯势，你就感觉无啥。讲迄肉偌好食呢，你若久无食，你食咧你会感觉肉足歹食。这是互我经验讲互大家听。我是经过4年尔，你迄鱼仔肉你就袂适应啊。佮进都拢袂讲，我即年食几十年，对民国嘛71年前口，甲进吼已经啊30几年嘛。阮咧当厝若买迄个拍，有人要拍，啊迄拍内底有人要蔬菜，啊因就毋知影做啊菜，我讲无错诶，讲你也使，你也无晓得你也使。
伊囥伫遐尔，离差不多1公尺哦，我拢免摕太偏哦，迄错诶。我看你遐遐厉害，因为我惯是对迄错味足敏感，我一个闻就知迄个味吼，我袂识个。迄一个味我闻了就感觉吼，人别人感觉足香，我就感觉足臭诶。迄内底有迄葱啊、蒜头诶吼，一个味闻就知影。迄绝对毋是迄个青诶，迄内底毋是啦，迄内底一定有葱啊、蒜头。一个小可片就知迄个味啦，袂识。我这是比如啦，就是讲，爸囝你细汉开始，你就当，迄个，甲伊标，慢慢搭出来了就当，互潜移默化，互去接受这个真理。安尼落来了以后，你较好教，安尼就对啦。你较好教，所以阮囝共款，阮爸爸对阮安尼，我嘛对阮囝安尼。阮囝咧，我伫细汉开始就出来就当。才会好年老呢，中年你来到遮伊是拢捌代志啦，就有当时咧行说坐袂了，无要紧，互伊适应环境。伊以后甲国校、国中办捌代志了，伊就听会落啊。听会落，我会甲鼓励吼你要有讲书，当然来参考，伊讲的就参考，来，拢伊家己，毋是互我，咱就讲我囡仔人国校，你着叫伊参考，我无叫伊参考，是家己讲要参考。真正伊国校年家己提出参考，我想讲这囡仔人咧讲话敢袂准，伊就讲过来，伊要参考，要参考好来，你家己讲，迄前提我无记到勉强的，因为伊听，伊是加减伊听，加减听伊会知影讲有啥物较好，伊家己选择，一路行来到尽，带我，互我鼓励吼，就来你咧更上一层楼，爱有讲师。伊嘛是共讲行即条路，就来了，你看，我有需要讲无免啦。伊家己会管伊家己，伊家己心中有真理、有道理，伊家己会管。伊心中若无真理、无道理，你逐讲啦，伊无一定听会落啊。咱若无咧外国讲啊，真正，咧外国教，我讲其实若毋是教出来，是我做教的哦，我规定你安怎，你绝对听我的哦，无我要安怎。人咧外国教，你师傅来教，伊都毋听你的，真理来教。你来到有人带来个，无慢慢去教示，伊有体会安尼好。伊内底有真理，伊家己会甲伊家己；伊内底无真理，你是大人要讲伊啥？你讲伊两句，伊印你3-4句；你讲伊一两句，伊印你3-4句。所以要有时常带他来我讲，这是上好的啦，这是爸囝关上好的一个改变方法，爱有道啦。过来。讲啊济，其实讲到尾啊，咱讲如何营造和谐家庭，其实和谐上重要，有和谐才有一切。咱人即个社会经济，大家拼经济，拢想讲好，我是拼迄较重要。其实你和谐若无，你其他拼迄拢无到尾拢规个家庭拢无用的。咱先来看一个卡通，即个做艺术的卡通啊，伊咧讲和谐重要。心情都不好。为了哥哥坚持要买新摩托车的事，爸爸妈妈和哥哥又吵架了。像你这辆摩托车不可以用吗？还不懂得赚钱就懂得花钱。哎呀，现在行情不是很好，能用就先用着旧的吧。那辆老爷摩托车整天都坏，你自己用，我才不要。都是你死骨头买啊！明明是新年，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心呢？妈咪，你可以告诉我，我们怎样才可以一家人开开心心过年呢？爸爸妈妈，你们看，走，快来看啊！哎呀，下这么大雨，4位老先生，请赶快进来我们家避一避雨吧。太太，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们有个规矩，就是我们4人当中就只能1个人进去。你们要请谁呀？我是财富，我是成功，我是平安。大家都叫我和谐，当然是请财富，有一家人就可以过好日子了。
一家人应该和和气气才对。我们就请和谐老人进来吧。你们不是说只能一个人进来吗？怎么全都进来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规矩，就是只要和谐进来，平安、成功、财富都得通通跟着进来。现在知道了，要让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就是要和谐。这个卡通做有意思啦，我是因为这讲国语的吼，我大概去讲一解安尼啦。因为这家就为着伊囝要买一只机车哩吼，还是脚踏车啦吼，伫遐咧玩，叫老爸呢，两个爸仔囝伫遐放假，安尼一个过年吼，迄个算二九烟啦吼，伫遐咧吵啦吼，结果我拄着4个老人要入来，迄4个老人吼，一个叫做和谐，一个叫做平安。一个叫做财富，一个叫做成功安尼啦，来到伊个门口口，伊就要请伊吼，伊来皇帝安尼就对啦吼。那迄4个老人来讲吼，恁要请会当请一个尔，看你要请阮啥物啦？你是要和谐和谐，还是要成功，还是要财富，还是要平安？你会当请一个。大家就想，当然财富较好啦，咱紧把财富请入来。袂着讲无啦，要平安啦，你无平安，你较无你财富啥路用？讲话有成功上重要，爱成功。拄仔迄个小朋友，迄个上细汉，迄个小女生就讲，恁大家拢要爱迄些，咱无人要爱和谐啦、和谐啦。大家想想，对哦，无就请和谐，又来看卖。就来要来请入来，请入来咱全部拢入来。讲毋是规定讲，今日咱入来一个尔呢。大家老人就甲讲，阮倒另外一个规定，我还袂讲啊。虽然讲会当请一个，但是你若请和谐，全部拢入来。你若只请平安就平安尔，你若惊请财富就财富尔。但是你若请和谐和谐，若请入来，你就阮全部其他后壁啥拢会当对入来。这是迄点伊大多无讲。这故事在讲啥？是这样样，一个家内底你若和谐，你后壁甲迄甲有呢。内底无和谐哦，我成功，我有财富哦，当时一个家不家毋是家呢。啥物拢问的，你若和谐，甲和谐出去，无钱，乖乖读，你若真正有道，你即个家内底有积善，有积德，到尾你命会转，你命会转，所以咱读道所讲的道理毋是迷信的，命由心生，你的命就是为你的心生，你的业嘛由你的心做，你既然你即个家内底每一个人的心拢有道，伊会改变你的命。大家做看卖，我感觉你若真正有认真修办道，上天袂辜负你，这是我的感觉。上天袂辜负你，伫我的身上我讲咱大家做参考。因为较早我刚要起来修行我就下一个愿，上天慈悲，你互我的头好吹，干嘛下这个愿？这是我来讲大家听的咯。我袂要趁偌济钱，会当互我好甲修办道，安尼，我是下这个愿尔，我特别好甲修办道，我毕业了就是安尼个愿，我好甲修办道，我无爱趁偌济钱，但是，我想无用，我想无用，我无法度修道，所以我找工课就是会当正常上下班，毋免加班，毋免转班，安尼，上天慈悲你就我找点头，我就真去找。其实我是农村的农村咱农机的农业机啊。民国74年72年退伍，就开始咧找头路。农机的怎么找？农业基金，这做实的，我咧当好敢找无头路咩？无找无头路，我倒后壁啥物业权，啥物拢安尼找，拢找无头路。但是我上好找，足奇怪，我拄爱出间机械，因就有哪要爱农机好爱我是专科，就农机爱要爱我就讲做，薪水是无悬。民国76年，一个月12,000块，一个月12,000块。我讲无要紧，我就安尼过。我先学经验，我较紧是学机械设计、设计、画图、画机械安尼。一般的人是，阮农机的足少人要找的，就互我找着机械设计好啊，我学经验12,000块无要紧。
做单换了有经验啊，我就跳槽，跳去另外一间公司，跳到偌济万八外要到万九，一跳跳6000。民国76、77，迄阵咱算真悬啊！啊，但是真悬，伊遐做无几个月，去互一个老鸟吼，老我排斥安那嘞。伊问我，啊，你一个月偌济？我差不多万八外要万九。哦，啊，你打伊话太悬，哦，我伊就心里不平衡。我在遮做遮济年，拢无即个薪水，啊，你打伊话遮灵悬，哦，就开始对我就排斥就了了。你这种米虫啊，你若无做啥工作，惊真是。因为我米虫，我课了同我讲，你个吼今年学，伊经验真好，你个请来今年学。我想讲吼，若讲变家族财，万金为宝，哇，伊拢甲我连我米虫，我后面，佮大家在后面做，我袂足艰苦个嘛。而且到4个月了吼，我要走，到袂来，我要走。啊，其实迄个免加班的，免上班，互我去较早咧找头路，拢安怎找，拢去面试安尼讲的。但面试人讲，我敢要轮班，伊讲毋免。啊，是用加班无嘛免，我讲好。我讲你真人安尼去咧面试哦，大家讲无你莫来。条件较济，是我要请你还是你个啊？对，我讲你毋来，佫有足济人要来。我讲你真正，啊到尾啊，佮因来佮因第3天因第1档，高雄遐第1档去啊。我嘛拢安尼问啊，爱轮班无毋免，爱加班无嘛免好。啊，来开始做啊！第一档去看了，啊，第一档去薪水偌济，跳到2万5，对万2跳到万8，啊，佫跳到2万5。啊，你遐做啊，其实互我项目拢足轻松，要学着拢无问题，真正无骗人，这大家偷讲安尼就对啦。啊，你还要做2档，你现在要走，讲互咱听，无听歹势，我课程做无了的。我请你照你啊！一把刀，伊互我做画图，迄阵无电脑，无用电，迄阵拢用手画。去就打我，规工拢看你做画图，一定囥伊遮，画去画袂好啊！哦，安尼念就对啊，头壳欠的。我会听到就安尼尔。啊，我迄阵我课了是40、50岁啦，我迄阵都20几岁啊。伊个经验足有，我想讲你用迄个经验你来要求。对，我若像你做已经几60年，当然我做老画咯，我打咧画尔，就多啊了。但是而家做2档了，我就要跳去，对吧？最后一间公司，最后一间公司当然，轮到毋免轮班，共款轮到伊家己控制加班，你袂煞袂加班嘛？你本代志通加班，我安尼好，我倒不爱加班。所以我拢正常，5点下班，8点上班，5点下班，队伍安尼较好做嘛。无人去加班嘞，去轮班嘞，我做队伍，倒甲钱，这间算上好。薪水偌济，歹势就来恁讲。迄阵大家去咧调薪偌嘿，你敢知？迄公司真啊袂歹，帮你叫咱公司，6%、8%、10%咧调呢，迄调无几年，你看调几万块，无啊！你讲我薪水偌济，我就1年，安尼日本仔头家真啊袂歹。伊感觉讲吼，咱个公司个员工吼，对，因为我咧管理公司嘛吼，对一间公司对袂着，你差有差，袂使，咱袂使薪水比人较低。迄阵个小姐吼调25%，阮这查甫个大学个调高中个调19%，大学个调15%，大学甲专科，你看1年调15%，咱真哪有可能啊？咱真拢调2%、3%。厉害啊！我有调就袂歹啊，调薪吼，有当时啊带要几60年，佫捌调过薪，啊，就放心，这差不多。而且互我就感觉安尼啦吼，应该是讲吼，讲伊有成员特别重视啦。我就下一个我上天赐比你，我好我收银行多，我有时间变多，安尼我无讲要趁偌济钱，就头尾稳定安尼就好啦。我讲你若下这个无看卖。大家有信心无？毋是凊彩讲的吼。就讲你真正有要学的哦，真正你真正有真心哦。毋是讲安尼喙齿讲个，凊彩讲的吼。重点看咱的心哦，伊看有无？看你的精神到底。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啦，做常客，研究习惯特别重视，安尼大家做常客。所以有和谐，来到家啦，才有一切啦吼。啥物都，当然上关键嘛是内底有道，迄啥物都会解决。
家去试看卖你有迄点辛苦呀，做菩萨就上天咱大家人咧沟通爱用讲话，但是你甲天沟通你免讲。人讲我跪跪伫遐我咧求我无讲出声，我看迄个咱师尊听无会看袂啦。你毋免出声，但是你心中内底有一个愿，有足强烈的愿，迄个气的感应，迄个精神的感应，你就知影你创。所以你要发出一点的精神，较拍拼道天会有准。免用嘴巴紧，免讲到我伫遐讲大声，毋免啦所以和谐才有一切，你有德，咱感觉到一切啦就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要讲袂好啦咱讲豪华的住宅是用钱买的，但是温馨的家庭是要用心经营。你今仔要住一间豪宅，足好诶，爱用钱去买，无钱你无嘛但是有一间豪宅，你无一定有温馨温暖的家庭。温暖的家庭，温暖的家庭，不是用钱买，是要用心去经营的。是用心去经营的呢，这足简单嘛，对不对？家一个家会当是天堂，嘛会当是地狱。你个家内底若好势，你家内底若有道，你感我来到这个家是天堂。我伫外口若拄着啥物代志，我等下到这厝我会安尼心情足好诶。安尼表示这个家是天堂。若电脑边讲迄个家嘛当比地狱诶，等下了就看着这太太来看着先生就足艰苦先生看着太太还是讲爸仔囝看着就感觉关心人等下这个家拢无满足，心情足歹，安就是地狱。所以天堂诶家庭伊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去经营你要这个家足好势足好，哪像天堂是爱大家拢有责任诶虽然有责任啥个责任上大比如讲大拄仔讲诶夫妇、爸爸妈妈、囝咱若分这三个就好啊。一个家庭至少啦有爸爸有妈妈有囝嘛你要想看三个责任较大，但互我家己诶感觉因为互我家己天德，而且的重点其实是扮演着个人的角色，但是我是感觉夫老爸角色上大这徛伫遮咱讲真正是老爸责任上大。你是家己自主，你要咱做好模样，所以夫的责任就是啥？领导榜样，领导榜样呢？这个家有无好，你做家庭你要想法讲因为我有可能歹看法，因为我做可能我的某囝有信任我惊知影人骂尔，结果我家己就做到乱七八糟，你要想法。所以自古以来你在尤其是伫咱台湾的社会其实一家之主就是先生。咱若以天地来讲牵查某的代表天，困查某的代表地，其实是地法因的。地咱若用咧讲的就是我迄个道德经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迄个地咧法天的，地后着天的。所以讲天一定是上悬上无管的，地甲去后别对。共款一个家庭内底上重要就是讲夫，你一定爱做领导，你爱做好模样，然后你的太太顺利，安尼才是对的。互我感觉一个家庭上圆满的结果就是安尼，先生上解完全上解好，然后太太爱顺先生，所以坤属顺这是经内底分卦有哪有迄个顺的意思？咱若有机会看易经坤有顺的意思，分卦。顺啥？顺先生，讲三种数对咱这个社会讲这啥物社讲啥物社会要讲三种数也是一个意思。当然社会来到遮有可能会一寡改变，但是迄个精神不变。太太是顺先生的，你也想讲先生为什么叫太太来顺？你家己无做好苗，无做较好的好模样，要叫人顺，靠这个顺利。所以先生做领导一定要做好模样，这是一个家庭内底重要。咱若想讲咱太太有啥物无要听我的话，阮囝有啥对我遐不好，咱做一个家长就爱想讲一定我做了就好。你要怎做了会好？人怎歹做呢？是毋是读到讲到遮就咱今仔有道有求道有修道，道理要求就遮入来咱今仔讲要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结果内底无道，你讲我要怎做？
讲方法一堆到尾也拢做袂到，有遐简单呢。所以我讲到这个问题吼，一定就来到道内底，唯有道解咱解决以前的。你若道听来了，然后讲出一个方法，讲免啊吼家庭较和谐，怎样做呢？哦，这是我的经验。所以一个老爸要安怎做，要安怎会当吼做一个老爸标准。我当初讲我爸爸妈妈只能讲一个。我爸爸伫咱即个家内底，互我印象从细汉开始咧看，伊就一个标准的老爸。哦，伊对即个家庭有责任，伊做人做老实，人厝边隔壁拢嘛好乐，做家己有厝边隔壁好乐哦。所以伊咧大人哦，只有我厝边隔壁拢大了了。伊咧大人袂歹势呢，因为我毋捌伊，迄个大概读书的我毋敢读。伊阮昨天有一个读书的，伊今仔走去读伊呢，真正无骗你，我毋敢读伊，敢去读伊呢。哈！伊咧讲话有道理，伊咧讲话实在，人大家就听。这个真正做人标准，伊去大人人对待。如果咱若做人失败吼，你常常要人关计较吼，你去大人人唔听伊个。其实伊做人较标准。伊即个家内底虽然讲我妈妈拢会甲念吼，我妈妈拢会甲我讲。伊细汉啊，我细汉的时候，我妈妈就讲：你喙蛮含好白来呢，你看恁老爸偌标准偌好，伊拢袂含安尼。叫我就要同阮老爸安尼对啦，同阮阿爸安尼。嘛，伊做甲吼，阮妈妈会来肯定，阮厝边隔壁会肯定，伊个小弟来肯定，一家之主。所以伊会肯定了，阮的囝，伊生，阮三个，大家兄弟姐妹，我感觉吼，阮大家兄弟姐妹，无一个去当工业的，无一个啊，大家对阮爸爸吼，拢会足尊敬，因为伊有法度做甲迄个标准，做人实在，做人实在，佮对这囝也听，对这家庭也有责任。为什么伊安尼？因为伊逐刀带来到家庭，伊逐刀带来家庭呢。伊个刀毋是讲外口人听尔，伊佫讲，佫转来伊家庭，佫讲完这兄弟姊妹听，互厝边隔壁听。我细汉的时阵印象足深诶，伊咧做新人做新人就去试做啊，毋是啊，转来安尼。有当时热人的时阵就提议，坐提议安尼黄昏安尼坐伫遐安尼，逐个。进嘛坐到尾啊，安尼就大家拢坐伫遐呢。伊会讲道理，互厝边隔壁听的，真正伊会讲道理，互厝边袂讲歹势的。所以伊的道理是，毋是囥伫道中尔，佮囥到家庭，佮囥到厝边隔壁。所以他有一个领导的一种模法，这足重要。你有迄个领导模法，你讲的话，伊个某囝会听你。佮来讲夫就是迄个。迄个昆德太太解释就意思，但是恁先生也无好咧。你若说我知影问题，我先生我讲一个就好啦。你今日早摆去台北昨天你领一个道经讲互我听，讲伊领一个昆德，有咱先生对做嘛，当妹是真正讲，无骗人，当妹讲。我睇下超过啦，用讲的，骂着足不了啦，要用讲的。伊咧道经讲互我听。有一摆，伊即个昆道亲就要请教，伊先生本来就对伊足歹，佮听着讲伊要请教，你佮请教，你离婚，真正的。你佮请教做了要离婚，太太要考虑足久，要离婚到好，一个离婚了，家庭破碎，考虑足久。要请也毋请，伊安尼3个5个安尼。一个心安尼挂咧，到尾也发现请啊，请来甲讲啊，我来请我，伊先生真正要离婚啊，我就讲你请我就离婚，绝对离婚。结果2年仔就开始咧办离婚的时阵，我发现迄个昆就讲伊已经有心，其他有心就对啦。哇，我真高兴，我去看我就袂当离婚，为着即个囡仔，我爱做忍耐，所以先生讲安怎讲，伊绝对毋就对啦。为着即个囡仔呢，无离婚，逐日嘛请教，请教到尾先生嘛是佫对伊骂，安尼甚至佫讲，咱迄个道经讲互我听，伊安尼讲，伊讲，你敢知用啥物讲？我讲用啥？伊讲咱迄包无要角啊，做包无要角啊，伊是摕迄角啊起来，我讲好人要专业哪会使？真正真有阵小姐来讲是太太精神强的去，即世爱用的，你摕咧讲咧，你真。迄太太吼有忍耐，
咱迄道亲有忍耐心，伊为着这家庭好，为着父母伊忍耐，忍耐到吼，真正合上天就会感动。到尾听讲啦，因先生就会，然后先生对啦，能合到，然后伊先生个情靠，吼，较厉害。因个啥物，因个迄个工作啊，吼，因厝内甲因工作拢对来是面，佫会情靠。我讲我这分得遮尔高，遮尔有量，想到遮尔好，一个家庭本来破碎个，因为伊即个坤道有德，你看忍耐性遐悬。影响到规个家庭，拢合到情靠，会无简单诶。所以你讲夫，咱扮演足大个角色。如果先生来搞怪，你会去甲伊愈悬。先生来搞怪，太太去甲伊愈悬。所以一个家庭安尼就好势。当然这个每一个角色，因为伊即个太太角色扮演了非常好。虽然先生无好，但是伊非常好，这嘛会当克服。这叫做辅的角色，辅助柔顺。囝呢，囝好摕，仁德仁法。做人的囝爱安尼想，大家拢扮演家己的角色。做囝莫去要求你的老爸老母，讲阮老爸老母吼，迄个做人迄个脾气总无好啦，请人甲我念啦，也无咧做偌好啦，我就无爱来友好。爸爸妈妈无好是爸爸妈妈的代志，你囝你的责任变成友好，你爸爸妈妈嘛无好，你的想法人讲免来改变，迄是做囝的责任。所以每一个家庭，你想讲你的责任是啥？你的扮演角色是啥？一定爱想清楚，毋是你要求啥哦。哎呦，你爸爸会食薰，要去要求我哦，莫食薰，安尼讲会对？爸爸食薰是爸爸的代志，你莫食薰就对啦。你食薰，你若无食薰，你感觉爸爸妈妈食薰无好，你就要想办法要怎来改变。做囝的责任，囝爱甲家己的责任尽好，其实你这家庭就无法度。虽然讲爸爸无好，妈妈无好，但是你囝若好就好。你囝好，你影响到你的事大人了，你这家嘛好势。大家人拢扮演家己角色就对。我来讲，咱都用一个有名人，可能咱若为前年才知影，一个有名人乾道就对。因兜当然拢无收，我有伊一个要收入，来要娶某，当然咱道亲啊，亲口以上的娶某拢是办锁匙嘛，就要求爸爸妈妈讲，咱来办一个锁匙啦，安尼甲爸爸妈妈恳求办锁匙。因爸爸妈妈若讲办锁匙，你的道亲，我就是办菜互食。我的朋友拢食错，你叫我办菜哪有道理？伊绝对无答应，全部拢锁匙就无可能。你一部分锁匙无问题，你的朋友、你的道亲，规块道我帮你办。我的朋友拢食错的，人都食菜食袂合，你硬要叫我办食菜，我无答应。讲偌久呢？安怎讲？安怎沟通？咱叫道亲叫沟通我真正我无可能啊！全部拢办锁匙，我是无可能，因为爸爸妈妈无咧收，全家拢无咧收，拄爱一个咧收。一个咧收，你要叫大家拢不要的，伊无爱，无法度。咱这个母娘伊嘛足乖的，爸爸妈妈看见我脾气，真正若互爱去家查出票的，以前咱毋捌咧，人做人足好，个性足好，对事大人足友好。伊爸爸妈妈安尼也会受。嘛是讲找办法，用时间好安尼沟通，真久。到有一工无法度啊，因为时大人绝对，你莫去讲啊，反正我就是安尼，无可能去办，全部办锁匙的，办规地道啊，会使啦。你的道亲我就办，你毋是足公平吗？你的朋友，你的道亲都食菜，我办食菜；我的朋友食错，我办食错，安尼毋是足公平啊？我也毋是全部办食错呀，你个合法哩啊袂？我讲袂过啊，你讲知影咱即个姑娘伊真正。个性诚好，迄点心诚好。有一工，真正讲到无法度，去到伊爸爸妈妈面头前，双脚若跪咧，母你著互我办真爱咁好啦。咱恳求讲，你著互我办一个锁匙的，讲无法度啊，因个跪的安尼甲恳求安尼。伊爸的心肝嘛是天拍的，看因囝跪伫头前，一世人拄看因第一间跪伫个头前，迄个恳求。讲好啦，你既然安尼。好啦，我办茶。因爸爸妈妈足孝敬的，朋友足济，足孝敬就对啦。朋友足济，伊足爱去识着朋友。伊感觉朋友食错我著爱办较好的做食较对啦。伊就是伊是孝敬啦。到尾就来忍耐就好啦。既然你安尼要求我，我著来办安尼
放的，伊行无人，行阮男朋友嫌食菜歹食，结果听讲去到逼倒啦，逼倒你知无？办了无够啦，阮这个道亲吼，想讲了解啦，阮迄个无讲卖对济啦，家己较熟悉卖对济啦。其实爸爸妈妈足欢喜的，逼倒足欢喜呢。我这个女好，伊想讲拢无人呢，迄间毋敢办真济就这啦，有够济倒的，毋知有100块倒无好袂一啦，反正办有够济就办到拢逼倒啦。阮三姐伊讲，你莫怪你若济，因为吼逼倒因爸爸足欢喜。我本来要起来，我就讲莫济啦，我爸莫济。迄间有当时间大家足客的对啦，有当时一块倒就走个仔咧济。安尼啊，因爸爸妈妈办了欢喜甲，毋是讲逼倒了好面子无，办了欢喜甲。我想讲无人来咧，原来要遮济人来啦，朋友食起来拢讲所以办了足好呢，大家欢喜啊。你敢知因爸爸妈妈到尾啊，拢对伊来想到咧？因搁两个弟弟，因三兄弟仔伊出上大，搁两个因三兄弟仔两个查某，两个弟弟啊对伊来想，伊搁食菜，因爸爸妈妈对伊来想，搁食菜搁亲口真正全家拢亲口。因爸爸若来到门口后摆咧讲话拢会足欢喜的，感谢上天慈悲，我真正有这德人心有够好的，真正咧，爸爸妈妈入来欢喜甲咧，看到道亲道拢安尼看，斗头安尼，足感恩咧，讲伊今仔会当来到遮收日，送个功德，讲伊即个囝。所以你看即个囝虽然讲爸母有心，但是因为一个虔诚，伊心放会落，双脚若开落 OK。上天无辜负哦，这真正吼，这无辜负伊就对。我感觉讲可能一部分上天就哪有做伊啦，伊真心吼感动天啊，互因老爸老母吼一时阵转变，大个安尼，大个后壁来代志拢做顺啊。开始全家拢心灵亲口安尼，偌好个一个神仙家庭，一个和谐的家庭。所以讲这内底拢会有道。安尼讲足简单啦实在讲无啥物迄个大道理啦。要有一个和谐的家庭，你就好到方面去就好。尾仔剩差不多时间到了，无卖啦，倒到10点半，安尼到遮就好啦。讲到这生到对啦，会当做上重要啦。所以要成为一个和谐，这个到尾都要进入修道。我感觉道海能解决一切。所以比如说讲一句话讲，天下地观其道，天下间大家拢在忙事啊，拢水深火热，唯有道会当救一切，无因无因啊。今仔咱天道降世，咱有求道人求，希望讲咱成功了完，好好做。你成功了完了，你有功德，你会当破你这个家庭的业，伊是一个家庭业的。这是我爱感受的。咱今仔学道人爱相信因果的，相信业力的。一个家内底有当时拢有贪欠贪安尼的业力，一定爱修道成功了完去解破这个业果。你这个业果去破过了，代志才会顺。这个家咧做代志才会顺，伊内底和谐才走得出来。所以要修道办道，这是我最后啦，大家做互相的勉励。最后就注意今天大家身体健康，欢喜充满谢谢大家。感谢陈仔师师边前道济公，问道济公，在这